继续来看，有一个网红伫咧面册来发文章，讲看到有车伫咧人行道违规来停车，家己无法度检举，报警了后，警察阁无处理，伊真气愤，讲政府就是交通乱源的帮凶，伊更加来痛骂着民进党的立委陈后闢，就是中华民国的违停之父，因为当初就是伊提案来限缩着民众的检举权。 红线边插一台发财车，另外一边人行道同款客车占吊位，民众想要过甘来当隧道，若违停的情形同款发生伫咧新北。 当阮的所在，一台乌色轿车直接停伫咧红线边。当时网红手看到，打电话予250公尺的地号派出所，警察讲会处理，毋过等15分钟就是无看到人影。敲10通电话，全部拢伫咧无用，就徛铁马过。到派出所，警察讲违停的所在是伫咧中和区、滚石永和区，所以打电话予秀山派出所啊。手无煞讲，恁骑车30秒就到啊。秀山派出所离遮够1公里远，该打电话请因处理。警察回应规定。 是安尼，我们有查证，就是案发地不是在我们辖区，所以我们就会有负责做通报的。那他就是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电话中是没有跟他详细的叙明。吹破嘛，立委陈后闢是中华民国违停之父，因为伊捌讲民众检举量增加，相对执法人员的负担嘛变多，民众看到违停红线停伫咧人行道顶，就袂当检举，干来当请警察来处理，等于互民众检举的权利变小。我提案并没有限缩民众的检举权，当时的提案很清楚，就是针对这一条我是先给予这个就是说经过主管机关或检察机关查证属实违规，先给予劝导。若同意违规事实再犯者，给予举发。办行为终了日起于7日之前起不予举发。立委委会当初提案有经过跨党派委员共识通过，即马民众会当检举的有交叉路口、公车牌10公尺内、闪牌临时停车，或者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违规停车。一般道路红线、黄线违规停车，袂搁再受理。民众若是拄到违停，敢当先打电话报案。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